上一屆西岸盟主特拉斯獨行俠，自從上個月整咗單震驚全世界嘅球員交易之後，佢氣數由差變到慘不忍睹。主力中鋒 Derek Lively、Daniel Gafford、大前鋒 PJ Washington、AD 本身已經通通傷出，明星後衛 Kyrie Irving 又喺對帝王嘅比賽入面意外整傷左膝，但佢嘅傷勢都幾嚴重，唔單止今季報銷，由於呢次傷及十字韌帶撕裂，估計連下季都未必出到。同一場比賽仲有兩個後備主力 Caleb Martin 同埋 Jaden Hardy， 分別因為髖關節同埋拗柴全部要唞。暫時排名西岸第10位嘅獨行俠，分分鐘連季後賽 Play-in Tournament 都危乎。今季加盟獨行俠嘅 Klay Thompson， 本來仲諗住可以離開勇士之後搏多隻冠軍指環，點鬼知對波顛倒轉走靈魂球員 Luka Doncic， 我諗佢家陣真係無奈過無奈。喺咁嘅時勢，獨行俠仲夠薑喺門票加價。聽講佢哋而家草擬緊利用 Killer Clay、PJ Washington、Daniel Gafford 加埋啲選秀權，喺今季完結之後交換呢期喺太陽同樣勁唔開心嘅36歲巨星 Kevin Durant， 將一隊差少少贏到 NBA 冠軍嘅陣容瓦解到推倒重來，已經諗唔到可以講到啲乜嘢。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NBA 得意消息、古仔以及最新動態，請立即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Basic HK。